冇加分種唔得啦，加分只加塞嘅。呀，就會講比調查比賽前去年就準備了。大家拍唔拍？而且哪件好搞啊？太湖龍崗，太湖龍崗，大家唔跳，對啊，真的學長嗎？應該幾興係學長吧？你看起來比較像學長吧？會不會聊天？我就你找了大概10屆吧。形狀爆爆條哎！这个好像我的肚皮哦。坐月子的時候就會設定出吹，對不對？玉涵有坐過月子，有幫過老婆坐月子，有就會讀這個。我还以为你问他有没有做过月子。這個還沒。我比較兇誒。開始有幾周有女衝嗎？有，对啊，只是动作可以再快一點。沒有辦法，它就會切到血了。那最後就表演一口汁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鍾白強。今日同歡喜呢來到苗栗嘅故鄉，學嘅講嘢導演。大家應該有全很記得咯，呢一邊係全台灣哦拜嘅神農大帝最久嘅所在哦。歷史最久遠呢。上下來呢，歡迎到今日嘅評審現場，歡迎到當今我看到我們的客家料理美少女，我們的邱玉涵師傅。嗨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到底誰會是他的神秘搭檔呢？好，來看一下哈，非常燃刀嘅個客家小王子哈，李志亮李師傅。大家好，嚟這裡哦。志亮哥好。好啦，馬上我分享到今日潛水站，提前呢就分享到我要出去表姊妹嘅牛肚記啊，別足記分享。歡迎歡迎。大家好，接下來咧，我哋隨後分享到係兩公婆古晉風浪春秋花。大家好。哇，有夫妻檔誒。係咯。請問兩位太子哦，都有嘅廣告呀，特別有乜嘅好教好料好買嘅東西跟大家介紹。哦，咁多哦，比較怕講嘛，有嘅泡菜、泡菜。菇誒，哦，係啊，還有鳳爪，鳳最有名嘅就鳳爪，最有名應該係亞蘇係要亞蘇紅啊紅的乜嘅哦。係啦。哇，你菜頭血，對，要用菜瓜布做呀，这样可以啊。來，我也看一雙。我想買，這可以去角質哎。對啊，這個不是只要試看，這個要試穿吧？哎，要做嘅時間，我倒給洗碗巾下去嗎？不是當時溜冰鞋吧？係啦，我最好奇嘅問題係你穿不下，不是，給我們玉涵。水嘅水這樣用吧，用個啥？就換雨鞋。可以啊，照樣外出都可以。說得準。真的。要導演嘛該沙皮做誒。沙皮腸。沙皮腸沙皮做誒。不是人家就假正版做兩個。七甲塞嘅脆瓜菇。七甲塞嘅。太厲害了吧！全國唯一誒。係啊。都講過呢沙皮腸沙皮都買得到呢。我哋一意思係咩代表？全世界最厲害的。誒，你看一下嗬，咱最尾問一下嗬，你度公館呢一片素材就賣好高好料嘅。出往行有個中油油井，或有個博物館好看。哦，真的哦，嗰啲背都用乜嘅？就特別嘅大獎嘅啊，啲東西嘅。哦，啊，秋花姐咧，公館有很多那個飛走的東西，飛耶，就是陶瓷。陶瓷。哦。好啦，馬上就嚟看一下今日剔出料理嘅食材嘛，來。好，談到公館要散步吼，咁個今日吼打開來嘅，本給大家看係到底是哪一寶咧？係，來，哇，鳳爪，這個而且它的鳳爪已經洗咗，就是直接進冷搭來食。好，馬上嚟分享到中亞嘅鳳爪跟牛腩，分享到叉必連起分享。連姐，哎呦！哇！哇，一面風風哈！鳳爪給我哋影下，有中亞鳳爪。對呀。哇！咁啊，該公館有隻保體中亞嘅鳳爪。因為啊，稍微長當中的咯。哦。哎，因為啊，稍微長啊，有後龍溪，有沒有？有東風，還有我們的梯形啊，有石頭。哦。哎，就稍微長當中的。而且一鳳爪呢，全台灣唯一的3期都沒有啲公館，唯一的，對。啊，真好。寶石。啊，那個風水嘅啊，這就講嘅鳳爪嘅節啊，係那個是什麼？節是7月開始，7月到8月2個月，差不多2個月。文化節，文化節。鳳爪對身體當好，它是鮮果，生的它維他命 E 很好。然後那個乾的哈，它就補氣當中藥。今天帶來的是什麼吃法？
来看一下，这一盘就是这一盘。对，都在做蜜饯。哦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好的东西，讲好的东西啦。哎，咁講嘅石木用為冇強龍啊？完全冇用哎。这个做法不冇共用啊，这个烘拍照的哈，然后这个是做蜜饯。太家吃用吧，有是講用的嘛，然後佢金糕的、滷糕的，有，也係你做的。覺得怎麼樣，正紅哥？口感很好，講好。好，既然來到妙啲嘅公館，將那日長台灣唯一神奇嘅鳳爪來進行鐵觀嘅料理挑戰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！好，馬上呢拿日嘅鳳爪來進行料理挑戰。哎，大家一定很想覺得說，鳳爪甜甜可以做什麼突破？有一點鹹甜的料理，聽聽看鳳嘴帶來的料理有乜名哎？鳳爪炒三鮮。哇，是人的調味料啦，鳳爪。三下來有咱除嘅小嘅料理哦，係聽出係民族節最好食嘅東西，同款哦。咱隨等下會做嘅料理係麻油鳳爪太香了。麻油嘅料理。哦，OK，還不夠了解我啊。冇機會冇。好啦，你有最有信心嗎？有。真的嗎？有嗎？有哦。好，馬上就來進行挑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咯。我個人最注重做鳳爪料理一件事情，馬蓋。去籽。哦，去籽的方式也很多種哦，等一下做得看。對。你空幾片啊？它就發劑到油啊，有去籽嗎？來檢查。我去籽了。你來訪問一下，你去籽的方式係用辦？我用剪刀剪塊嚟，然後就留一樣籽嘅葉片，哎呀。當用心嘅就會慢慢愛，而且也很易吃晒嘅。係啊，哦呦，這個晒可以晒的。真的哦，晒幾久誒？哦，我看甜食哦，甜食後差唔多1禮拜吧。好，當然用酥晒的，咁辛苦哦，落去嘅要一掉鹽落，我看影多片天要夾掉出去。我看影片都要做個菜瓜拖鞋都就凍摸汗咧，結果他洗個風走哦。對啊，真的很厲害。同有些要冇加粉就唔得啦，你敢晒嘅？你呀，就會講。比較長比賽前9年就準備起來，而且還要掌握那個天氣什麼的啊。對啊，曬到安醬哈。今日除了個三鮮，還有買個食材呀。包雪筍、薏米水，還有些茭白水，香菇、荷蘭條，荷蘭條有熟但洗嗎？有。哦，他最在意哦。的有。好，等下張都進來哈，要通通啊。好。哦，哎，你看起來開始嘞哈。哇，是大哥煮哎。對啊。豆腐卡平常時都會太狗你煮嗎？攏有，用公婆輪流煮。輪流是嗎？所以輪流嘅意思係講，節目是他們的熒幕合體初體驗。係啊，輪流煮啊。家裡平常都是個別分開啦，因為該下就講哦，阿姐哦上大夜班的慣題。你怎麼認識老婆的？同班同學。真的好班對耶！你們就是在那個紅棗樹下認識的那種感覺。黑莓。那件好搞啊？太湖農家，大湖農家，大家唔跳，真的學長嗎？應該其實係學長吧。你看起來比較像學長吧？會不會了解？你走了大概10屆吧。應該睇幾屆嘅。哎啊，請教一下吼，身份過年係做乜嘅條路誒？我哋係做個殯葬業。真的，人生的最後一程了。了解，那真的是很神聖的。你是對做菜有興趣嗎？因為豆腐卡和煮菜，他是有這個責任。以前啊，本來就都傳行做嘛，係啊，做20年，看就都識會啦，煮到當好生活啦，就可以啦。啊，看一下兩片。啊，這個秀華姐，你倆做嘅係乜嘅事情啊？靠，你家下挑個蔣東寧靜啊！哦，那地位都有乜嘅？鳳爪然後柑橘，然後鳳爪然後個葉也去掉了，對不對？對。怎麼去的？就用刀子啊。啊哈，你看，一般已經很容到了。
对啊，用刀子去掉，然后就先泡酒，这样比较有味道。酒，马个酒，米酒，懂吼？这个塔香蛋里面的那个蛋是就是就鸡蛋，一般人就系用鸡卵，然后切菜分开来。啊，不过爱的客家人用切啦，变落去控啊，用这样子搅一搅。卡懂下煮呀，煮菜黑么？对。哎，我发现到原本手法这系讲回风啊，讲应该讲时间的吼。嘿，对，来讲时间咧，其實每家頭都全部講嘅開封咪。哦，係啊，有文包哎，係啊。好专业哦。对啊，你不要分隔他们2个，好不好？我其实是红枣树可以走开一点吗？我是红枣。让秋华姐喊过了。谁年龄喊谁吼？我小孩很大了，我娶媳妇了。哦，形状爆爆屌哎！这个好像我的肚皮哦。你爱靠谁？爱靠谁？讲好啥？不是，我们都谦虚，因为吼属养行还有周领沙。就早结婚啊。哦，这是高中音色的吗？对啊，你看一下志龙哥比你早10届，他小孩才3岁。对啊，我岁大儿子已经28岁。哇，比他这个叫妈妈。对哦。好了，刚才要先勾引。再聊感情的事情，我们就会伤心的。我们先勾引好了。哇哦，哦，冻香呢，很香哦。韩国记得有先来3鲜哦，就提铁鲜狗，它的颜色搭配哈，冻姜，哦，老蜜酒嘛，好啊，我们那边有1大罐哦，是哦，不是啦，一系列西的啦都。不然有它会香咩？念，其他自念，己，嘿，我看抖的会。是暗豆酒哦。你把等一下会挥发了哈。是。这对民族来讲呢，一起的不。是因为给这样一切酒上，你给讲的安些，我一些酒上面加个海鲜的米线没开嘛。错，试吃，好，吃一海米头。哎，姐姐应该发现到，该下个发髻到就切发哈，马上切嘞。爱切。你们社区好厉害，18般武艺。没有啦，还没是看那米头，你差不多了。该下是就加染到米酒嘛哈，所以它的自然甜味可能系海山，然后该风走。他的表情非常的肯定。而家聽你翕到嘅米線翕出來。嘿，嗰個海山我翕到路路麼？出來讓有收。安尼拉伊米線咧也非常看唔會按落，看唔按腳落。先必須厲害，好不好？讓他們一下。好，我們的太厲害了，馬上已經滿身。這邊愛的料理呢？阿公你也變軟哦。也剪過啊。該不會等一下因為變軟？沒，不要再 Q 我了。唔是變。啊，手發現，哎呦，你可以去煎餅嘛？該？麻油，麻油。然後而且火有開最小火，這樣把機會腐態它。對，然後這紅棗先放下去煮。哦，煨一下它。不過我皮起來它就有酒嘅味嘅。係啊，春酒。哦。不過你一等下我會配強下係嘛？對，配強下。鴉片先煎拆落來，然後再用強下，再煮一下，然後再個倒酒落去煮。可是等一下那個香鋪妞是要怎麼？這已經煎到半熟了。等一下再放下去跟酒一起煮就可以了。哦。就像煮雞酒的感覺一樣。哦。現在到了可以吃雞酒的時候了。差不多。哎呦，怎麼個加水嘞？形狀爆爆條哎！這個好像我的肚皮哦。哇！好壯觀哦！哇，他是覺得很好笑，是不是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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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哇！被安撫了！哇！難怪因為帶貴罐來啦。哎，你準備唔啦啦？嘿，每張下班有些 Q 熊睡得醒，是你想喝哈就把提。下班一定要全酒哦。啊，等下你會老 Q 哈嘞，就直接倒過去就好了。過來就好。好，來，我們過去看一看，來。哇哦，貴醬哦，又翕到誒哈。夠吃一百米頭冇？啊。米有對牙不開米頭冇呢？有冇？有滿意哦。你最近吃到嘞？有滿意。有做得嘞哈。做得嘞。
红枣，然后烩散就会甜甜的调味料，都是甜味。对，牛鸡这个哈是落去个去这的话，它一吃下去，给小龙是出来嘞。对，觉得很满意。对，好，马上我倒数喽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有知识可能踢管低度，内部开米西卡好色嘞。哇，好，两次料理呢，凤粥就是一种温补的东西，骨瘦呢不管给牛猪都是对身体很补的。好，一定要那这个我们开始来分炒鳝片，我只要红枣就好了。总统派耶，好了哟，它加了芝士可能加热过后的凤粥，是黏的甜咩？非常呛爽的调味，非常赞的，真甜，很清爽，自然的甜，然后都会附着养料，它只会让它有一点点层次。你满意吗？有，你满意吗？有。啊，问一下咱最后阿公，你煮到鸡用啥做用办？好食，好食，含油嘞，有车。啊，酒花这你吃到嘞？他讲煮到冻好食，冻气啊。然后呛出来没超多冻呛，我们讲超多冻炉冻好食。杜河，全部係杜河，尤其哦，因為個海參啊，然後個鳳爪啊，全係甜的，所以它配的那個爆椒筍辣荷蘭條也很甜，真的，好吃。生点牙膏还有呢，沙等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坐月子。坐月子的时候就会生点锤锤，对不对？玉涵有坐过月子，啊，有帮过老婆坐月子，有就会煮这个。我还以為你問他有沒有坐過月子。還沒，這個還沒。我比較凶誒。哦，睇下攞食看。試試看啊。好，加加攞食。我試看啊。好棒！而且那個全豬的米頭很讚的，看個豬腰很嘛干了。然后切点菜，然后凤粥，可以又甜又有米，真的不能太用力吸气耶。怎么会呢？丢气哈，很顺哎，是吗？你问志荣，真的哈，其实他们做的是真的好。问一下妞鲁记，他还在，你怎么翻过来好像不一样了？为什么？你醉了吗？脸红了。他刚才翻过来，虽然很慢这样，好逗哎，还 OK 吗？好吃。就有辣吗？有，很浓哦，很浓哈，很香。够卡豆等下续完吗？不用，不用。碧竹鸡你吃了嘞？肉唔会煮到硬硬，软哈，然后生都切点菜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很清甜。啊，给他烤生，安尼烤生，给他烤生。不是，我们都谦虚，因为哈属养行还有周领沙。哦，问一下咱水吼，郑宏哥自己讲一下，好吃，鸡肉好食，好吃啊。那其實因為日本飲食嘅介紹嘅時節咯，可能係用雞腿肉，咁個雞腿肉嘅胸部牛肉先煎過，咁個唔係糯糯嘅，還有個圈子哦，雖然摸下管啦，但吸進去有嗆到，哎，吞進去好舒服哦。有我懂你的感受嗎？講很多的勾搭設計下問，但是我們先要來面對嚴肅的時刻。好，緊張的時間都留，都在哪組呢？都在生出哦。馬上先來請 Q 師傅搶本分數。啊！你下看一下吼，2兩個搶本分數。哇！好，Q 師傅搶公平。我先講藍隊。伊個米土吼，嘟嘟好啦，伊個雞肉唔會太老，伊個上面嘛油出來。唔過吼，它煮的冇按久，伊個酒米含油啦，比較嗆一點點。師傅嘅比水師嘅唔拿蔥啊。哦，按嚟好。好啦，紅白做啲試看啦。相同按好食啦。唔過亞個米土吼，就是會比較完美。它的呈现对鲜甜，海鲜的味道掌握的刚刚好，野米头嘟嘟厚，所以给红队，谢谢。好，你下問下主東哥。我兩邊人都攏 OK 啦，啊，因為我本身係做會山的哦，所以一片，因為主要佢咩搭配紅棗，紅棗佢本身佢都當清淡，所以佢冇辦法去傾海山嘅意思，所以人海山你講蘑菇好嘅話，佢網絡在做疲勞，喺對我嚟講啦，喺網絡在係主要疲勞嘅泡發魷魚嘅邊是有聽重意思嘅，啊，一片做蔬菜呢，
也乱煮也一切都会客家人从细食到大的，但是本人就建议啦吼。有等于像较讲酒味的，当然也一定要有酒啊。我建议有个炒的时间，当然国外客家人嘅煮做唔得不用盐，做唔得不用盐，但是可以不用一些调味。一些些就冇听到，冇都有含糊。一些些個你炒到個香酒在落去，再倒，當然都還可以接受，因為基本調油嘅香味來入去，所以酒味我有的人會較冇愛驚。哇！愛酒味嘅人也有辦法接受安尼香味啊。真經係專業吼。好起來哈。好，大家都有學到嘅哈。好呀，體育管理度呢2組夠3得到1分，唔夠3下來可以下2分鐘哦。經過我們的客家料理小公主玉涵姐做的編發出嘛4個料理的搞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農久冇看到玉涵姐都喺呢節目當中來做4個料理，算是限量版、隱藏版的。想問一下菜名係嗎？做鬼屋卡。真的呢，我也很想來，走，各位，啊，走，先看一下有嗎？食材。該做就是紅棗吧，哈。哦，還有嘞，這個去籽嗎？嘿，這個去籽。用什麼刀？剪刀。哇，你看，客家什麼人全部都按用哈，懂厲害啊你。啊，還有乜嘅食材咧？烏殼、烏誒、白瓜、黑米、挑油。还有香菜、演习、勇马，好像在考我客语哦。拍谁，看我考你。没有，没时间，马上冷静好。你的秘密武器不一样颜色哎。那七師傅嘅色冇恐龍哦。哎呀，你要計時嗎？不用。藍色通常是在急診室才會用的。不是，他是藍帶主廚。哦，是這樣子嗎？他的手套當然係藍色啊。先切姜嗎？哈。哎，这个是嫩的。嫩姜，嫩姜，咁啊，該會切片啦，等下誒。啊，我們搭配我們的材料，用睇，我用按都係用出來哦。演習動香誒，係啊，好。行年哈，演習要講個度，都不用抖哈。玉梗呢，我們要先把它拋皮，這樣子。哦，這樣就撕得下來了。對，那我們也可以用刨刀，弄都得。大家有食過這個烏喉嗎？玉梗啊，哈，有。例如都吃什麼料理？當然是懂得烏喉烏誒，嘛該烏就用炒的。用炒的，在場炒嘛。對。啊，碧珠姐嘞？那是老勇馬。勇馬，那跟我們這道可能有一點點像嘍。那我們在燙那個玉梗的時候，一定要燙熟。哦，冇師傅哎。對，因為我們要破壞它的植物鹼。這樣子喉嚨才不會癢癢的。哦。所以上次是誰沒有給你燙熟？我自己。那因為它要把它燙熟，所以我們要先下鍋。哦，總得強下冰啦。嘿，那之後我們就把烏誒同南瓜、反瓜放下去。時間的關係，我們已經燙好了。噔。來，我們要剝給拿。這個就是烏喉嘛，對不對？烏喉。哇，是不是最近跟萬聖節會到咧？差唔多誒。哇，歡樂時光。嘿，啊師傅，啊你啊會電擊球啊，電擊水滾的最後是做咧有去落去嗎？差唔多15分鐘。哦，會按球哦，讓植物鹼長會去掉嘛？對，因為它會煮紅了會濕白透明。哦，嘿，按人家扭之後，為什麼？它只要有幾周按有扭蔥嗎？有，對啊，只是動作可以再快一點。沒有辦法，它就會切到血的。雖然你要口頭按斗就早歸去哦，但是大家還是要留在現場，拜託。什麼早歸去啊？早回家啦！歸去你才歸去吧。要稍微沖一下冷水。為什麼？保色。哦。要去搶色當尾底。好。好，同好厲害哦。用橄欖油
哦，按够记了。嘿呀，哦，高级料理，高级红枣，馅饼用吗？用嘛。哎呦，娘太感都点点咯，刚刚食到水出来。嘿啦，啊，娘我冇问题，婚姻真好啊！欢迎真好好。虽然你要偷出来按到这早早归去哦，但是大家还是要留在现场，拜托。什么早早归去啊？早早归家啦。归不卡啦。归去你才归去吧。被你们发现。东马的米西有出来哈，凤爪。啊，凤爪有没有切燃燃呐？哎，配合我们的其他食材。哦。也个红米有出来哈。有哦，因为那个红枣它有那个糖，甜分。哦，所以也有点焦化的作用吗？嘿，来，安尼空下去。哇。还有玉根，18岁。玉涵姐，你可以站正吧。倒落去以后，就嘛个加水啊，比较好翻炒。哦。嘿，要来放700油，有那个酱香味。胡椒粉，要佛手对吗？要开最大吗？好。因为就加凤爪啦，所以它的调味也不会很复杂。对，很简单。18条油水，胡椒粉，可以是个含18又放18燃，又安尼又好诶，差不多诶，素枣诶哈。最后加个香菜。演习诶。啊，因为有旺铺还有乌啊，所以它会有点妞妞的感觉。亚克米颜色非常漂亮。对哦。最后再放一点汤嘛。安尼又好诶。两码个。这是砧板吧？砧板。哦，好可爱哦。等一下有切菜吗？没啦，当盘子。都盘的。哎，你下旺铺会熟的呀，冇熟的。有熟哦。哦。熟的。还好，雪玲姐不然会挑哦。哇。因为吼，也个饭瓜加米头较木较淡，加个地度的料呢有调味膏的，阿娘呢就会有含淡啊呢。我呀出菜苗都做鬼布卡，是看到料出料理就想要转布卡吗？嘿呀，像妈妈的味道的。对，要搭着马车回家。哦，对。你真的是公主呢。灰姑娘。哇，可以了很赞的哦，又个料又懂饱满，规早都做的是落去哦。你看下郑红哥看到讲生意耶。对啦。也个算是素食料理。哎，对呢。是就给用妈妈，连蒜啊、葱啊都没有。对。最后还撒一点点盘妈。又好哎。好来，阿娘就好了，做鬼布卡。好，你要吃料理呢？好，做鬼布卡，马啥想要说啊？爱。妈妈，马啥想要鬼布卡？秋华姐最想。好啦，先来出题目。凤爪除得有红布素色名以外，还有乜嘅呢 ？A. 维生素 C 之王 ，B. 贴种之王。哦，有很多红布沙黑嘛，红布沙都在台湾黑马街。我们先不要讲答案，不用都习惯度吼。好，你们会选猜拳，可能那组做的答题好冇？两组可能拍马啥？听错的先一下，想要转题嘅秀发姐啦，来。喂，你猜。好，必须剪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！还是然后来讲一下那一张。A，你确定哦？好，因为风吹选 A 嘛，咱吹是昨天选 B 了。倒台哦。要选先嘛干？那秋华姐，你想选 A 还是 B 啊？本来啊。其中之王。B 哦，你本来是想选 B 系吗？好，倒台吼，哪一组吼做在转题复卡咧看下。答案是 A。哇！有冇安用解释一下？琪琪的凤爪有浓度的维生素 C，
大100公克，甜度又有300到600毫克，凝固的75%有抗氧化、促进细胞修复的特色。掌声鼓励。好可爱哟！好，先来吃。啊，所以是你们可以吃哦。对啊，不好意思哎，而且很多个。我青花街熊的水。还是我们吃一吃就回家了。哎呀，没走的，提3罐是半冷水让的哈。啊，也不是。哇，看起来冻碰牌哈。阿龙师很少帮忙哎。没有，那就让你讲，这边摸穷人。你不要这样，雪玲姐会吃醋哦。不是吧？是他老婆会吃醋吧？对。我老婆现在当你就会看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忠实观众。嫂子叫什么名字啊？谢谢。龙嫂啦。龙嫂，哇。哎，还有剩一个哦。那我就偷偷往左移喽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说，给秋华姐吃。好，谢谢。好脆脆。懂后生哎，你知道蜜桃用吧？清淡，很爽。很爽吗？爽要搭配清爽还是爽口？爽口。啊，这个比主紧吃嘞。啊，小做来当等一下，唔攀得死，唔攀得死转移。真紧想来做转播卡吼。有个地度懂有蜜桃哈。啊，一放做咪炒到冻吼，人会调到炒的无穷油。先问一下触发者咯。很好吃，我不喜欢吃南瓜的人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很香。哦，还好你有讲，但是哦，阿多嘞，有没有玉涵姐会受伤哦？对啊，我也冇相同的南瓜，真的哦，栗子南瓜。对啊，我非常不喜欢吃南瓜，可是我觉得很好吃。啊，该地北毒的东西嘞，里面的料也很好吃，这个脆脆的，干嘛改？风走啊，哦，我落到会绵绵，可是唔会，就脆脆都好食。阿你阿汉想的水吗？不会，精神百倍。好，现在要问一个口嫩好会有一点点有失公正的。要不然我说又有某奇哈。唔会啊，这也就是一道懂养生的爽口的料理。就像牛的料理啊，真嘅，你看又有故事性，地度又有料好食，规则都做的是条条，而且重点是什么？到所有美丽的特色全部不用都存了。所以呢，这样就会师傅给四个出来用心，这个就是厉害了。好，阿牛趴待会呢，睇下阿牛全部开始唱落色汗呢。啊，唔过呢，接下来紧张的时间都了吼。头前呢一毕业，马上赢马上输，就要看最杯米关呢。马上就来进行最杯米关挑战。我是太宗谱，两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况底下，两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又到了料理接力赛的时间喽。有接力赛呢，大家就可以轮流放轻松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不要再那么紧张了。你的笑容已经维持很久，没有看到你的牙齿了。嘿，不会啦，他刚刚说他很爽，我还记得。啊，有个。好，现在公布一下菜色。今天要做出来是生菜虾酥。哦。这样要开火吗？要。哎呀，爱啦。正經來講，你一拖上眼唔識做過呢。我食過多的是，也應該都台灣嚟講，應該都相當流行嘅菜啦。好，先來菜棒翅，來，張國謙給你。好，我先來係嗎？好，靠我這邊好了。應該是給我吧？你這對啊，拿給你這個棒，要不要這個給你？不用，謝謝。提這改哦。好，1、2、3。哎呦，今天嘅提這改愛嗎？冇，俺子先。好，就這個好，1、2、3。哦，提一改。好，做對了哈，做對了哈，做啦，團隊合作考驗默契了，睇下加油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挑戰。馬上來進行料理接力賽，各組各位嘅哈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來你看一下博謙，我用來搞導彈這樣子，會講某秋華姐。先用切的，這樣切會不會填滿啊？切快一點啊！切快一點。而且你這麼難要給倒的呀？你好，你記提早嘅倒啊。可能嘅啊，咁樣倒好都差唔多時間。哦，對，差唔多3分鐘，倒嘞。時間到誒。冇啦，等一下我先錄一下哈金啦哈。3秒哦。哪有那麼快？
太极按有给做按有女冲吗？有，对啊，只是动作可以再快一点。没有办法，它就会切到血的。好，我们先勾一哈。好。太极，哇，当结束哦吼。哎呀，下公咩？伊切好势係冇下公。啊，再個剁過。剁過高質都要的誒。今日來比賽了條料理是你主要嗎？係你主要的上一個菜式，主計也係必主子，係主要係你係冇？啊，人家還有個拍拍嘛個順的係冇？荸荠，荸荠，個夾全菜爭會有香吼。啊，這出料理人就有乜個特別注意嘅素菜冇？生菜一天都要變水泡過。做乜個咧？怎麼吹？怎麼切啊？吹。什麼？因為伯謙的刀工使蝦子更好吃。怎麼可能？來，我繼續再吃一個。你覺得我切得如何？可以，可以而已。非常好，可以做好調色啦，睇下。生菜一天都要變水泡過。做乜個咧？怎麼吹？怎麼切啊？吹。什麼？好，我愛啦，我愛。高手還盲聽，繼續，繼續。我現在剪這個，做的。還有沒有那個？沒有那個碗磚的。不用了，這樣剪你了。這樣子剪。好，愛了剪。下工剪忙呢？伯謙，來嘞！下工都給嗎？都。哎呦，你都給蝦君切好了呀？你們是那個直接剁，剁都好的啦。生好了你要處理那個哈，因為你也都會用嘅嘛。我們是用那個太年設置都好食的冷搭。啊，從馬上講我用那個冷搭。係啊，唔是炸鍋啊。啊，因為油條應該係用油條嘛，哈。油條嘅炸鍋，替代那個口感。沒做得吼。一般做酥脆的東西攏做得啦，咁一般攏炸冬粉啊、米粉、炸鍋全部攏做得。好啦，差唔多。你慢慢做，先看一下咱水。我老大家講，真緊唔是小李姐姐，我家下雖然吼拖了你一點時間，不過幾條片吼很好買。哦。啊，等一下個油條，因為我家下咩個油條哦，咩都有軟的哦，等一下用為老機哦，擦安用。炸一下，稍微炸一下。其實我覺得大哥你的刀工也不錯的。沒有，隨便切。隨便切可以切到每個一樣大哦。沒有的，大小不一樣。那你覺得我切得如何？可以，可以而已。非常好，可以做好調色啦，可以就有好。因為我90分啦 ，Q 一下你啊蝦應該因為是因為佢解下哦，我過去之後，佢還有加了那個東西啊。亂拍這個還有加什麼？蛋白，還有嘞。鹽一點鹽巴、米酒，還有薑。啊，怎麼個加亂拍啊？卡不完的，是迄個卡不完的。你還說你不會做菜啊？專業哦。鐵三沙，我跟你講，去發現等眼球聽，他等這句話等眼球嘞吼。佢香港成本要教一下啦，係。4、3、2、1，你看他的手，你看他的手。都是給我。佢第五叉咯。開貨，先開貨啊！冇影看到吼，先讓你睇到開哦。嗶嗶嗶嗶，繼續嗶啊！大概有嗎？切點冇錯嗎？哎，對，先讓佢多油，等下佢過來的時候，我們再做。佢過來就做咩聽講誒？我有聽到嗶嗶聲哦。怎麼了？冇辦法。你要簽署簽腳。我跟你講哦，該下哦，工作人員在那邊講倒數換第3棒，他笑容就藏不住了。等下佛做的嗎？做的。要中大小，小中大。大一點沒關係。好，先炒蝦的，放油炒蝦的。放油炒蝦。那等下去啊，那醬那個。都在講出來嘛。不要講悄悄話。油條等下去。還是在家裡面都是必須得這樣的飲料。這是真的。老婆那個可以那個嗎？那個好像跟你一樣。你也不用笑，沒關係。我嫂子，為什麼白白的？因為要加亂拍，那幾好白溜啊。這樣唔係亂拍會同腳熟嘅。基本上說我不用嘅蛋白係魚比較本意
Q 弹脆滑。所以你的蛋白一般来都传统做迄我打发，打湿气泡发，也下工人淡薄落去。你乱发冇蛋，你炒就这样，脱离会分离。如果你都嘎子都两片会打发那个蛋白哦。我们秋华姐会说你要打多久？那问题他这样他等不下，会脱落啦。但你加药都冇意思的，给崩溃了。你会去给吃盐崩。像做蛋糕那种发起来蓬蓬的嘛。看他好厉害，Q 他走。来，我要先去看我那边。好，来，加油哦！等等，好香。还没好嘞啊！有冇个米头？米头。哦，灌佛的呀。水杯米摆就好诶，系嘛？那你会呢？来，还没。你就给哈送。这个倒下去就可以了。关掉哈，火关掉哈，关掉了，可以盛了哈，可以吗？哎，你没有爆嘅？哎呀，等一会儿爆起来呢。没有，来，你没有一扎一扎爆上去。是，我要那个掺在一起。哦，七个耶，也可以。好，那我这边差不多了，咋个你看一下，秀来装吧。哇！怎么也那么漂亮？哎，师傅，你还去见到擦擦的哈？你看一下，你看擦。出不来。冇啦，有那还用水火线。但你看这个，哪有？我先看。哎呀，我大概我进来就不。哎，你给我精动车呢？哎，秋华姐，你这个好吃呢。哦，谢谢。你要倒下去。等一下，重来。那个等一下。重来啊，还呀，不要吵啊。担心你回家之后的生命安全。米西有调好的嘿，对，米西就调嘛该。盐肉那个一点点糖，然后还有胡椒粉。好。然后好的时候再倒一点香油。胡椒哦，难怪因为不一那边也是对。好，来倒数了哈，来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米馆奶布卡张系列太重谱嘞。好，两次料理呢，两家都做断用水风式的咁样的动酱啊呢。先来吃凤吹。好，来。米头水本也好，香米每天都煮好。你知道来牛卤鸡？你满意吗？真的。香香哈。像是冷带漂亮，刷。对啊，是饱味哦。摸的。阿哥，晚讲。好吃。好吃哈。就发这人讲一下。很清爽啊，很好吃，味道也有很足够。汤个细细哈，用个那个虾味鲜的冻臭面的凤蟹了，细素的，食到最尾它就有这些副教粉的香味。好，换吃蓝队。好，来先讲一下，咱水冻臭面哦，今日用的是油条，我减下几位湿掉，所以摆到熏头啊哟。我是豆豆啦。它仅仅就先入过某种人好吧溜。我问问看，牛肚检测有吗检查？讲好吃。开玩笑。我们真的很谦虚耶，有吗检查嘞？我吃的啊有胡椒味道，给它看无胡椒味。你看有胡椒味哈，较好食。来，阿哥讲一下，老七甲讲一下。虾仁就较滑啦，油条那我冰顺的话咧，加落去就较熟啦。你看这家煮这些口感就冇咁样。哦，阿姐你讲法。因为伯谦的刀工使虾子更好吃了。怎么可能？来，我继续再吃一口。好，你表演一口吃啊。好了，先讲一下，因为你要吐出来哦，该下需要问阿姐讲哦，今天准备多个虾仁哦，这样子会不会太多？因为我切的比较慢嘛。佢講吼，今日的主題係蝦鬆，所以準備嘅蝦仁聽說會豆豆。那最後就表演一口吃。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先发言。我们这边用煮都真認同針的，要架屬於架車下講都唔可以有壽面，行架要隔有面頭啊呢。
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先来抢 Q 师傅抢分数。啊，1分了。好，你下看一下，几两个抢分数？用来用去。抢公平 ，Q 师傅。蓝队哈，耶哈工材料大小很适宜，嘟嘟厚，谢谢你，这样子比较有口感。谢谢。啊，冇加分哦。有加分。啊，哪一片做唔好？差18米托啦。哦。因为那个这边红队两个米托哈，耶下工的米丝哈，会不会出来？有耶蔬菜甜米，来搭配它那个生菜，也个甜。车又出来，啊，几两个你的想法嘞？两边的虾松其实同明显不重要。那边的虾松的处理方式，虽然冇像人一般传统厨师安的处理都係脆弹弹的，但是呢，佢本身嘅下工米是有保持到嘅鲜甜味全部放出，因咬落去就是下工的米是。但是就是口感冇按好，但是呢，人家生菜有处理好，人家生菜较脆，所以过再来人家蒜头冇按到，一片的呢就会蒜头挺多的，刚一咬落去几乎都是蒜头的米丝，好，这它讲的本身的甜米讲就香甜的，但是你就有保留个脆弹，Q 弹的个米丝，但是没有鲜甜，所以我做同可惜就会。那边的下工的骨头嘅 Q 弹冇骨头嘅鲜甜。哦。啊，其實蝦鬆ชิ้主要係要有下工嘅面絲，當然蝦鬆嘛。所以係先這樣片。好，今日比賽成績已經出來，風吹得到3分，藍水得到1分。先來恭喜風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來。恭喜！來，恭喜！恭喜！來！這個厲害了。我老大家講，你從來冇送過啱好嘅禮物，來看一下，你係職人千錘百煉刀具組，打開了本睇，好嗎？來哦，打開來咯，噔噔噔噔，哎，秋花姐，你要比以前還好哈，對不對？好，來，大轉戲，謝謝，現在可以走轉斗不怕呢。謝謝。好，先來談一下牛乳雞，老太講一下你要拜參加的心得。一開始會緊張哦，有拿到獎就當歡喜，當開心啦，當歡喜哈。也終於做得炫耀誒，做得炫耀了，恭喜！謝謝。好，俾主持人咧，老太分享一下。感謝俺家客家電視台哈，又幫俺有機會上電視台哈，面對鏡頭，然後感謝兩個主持人，包括還有評審，好，謝謝，就這樣啊。恭喜！好，然後問下阿哥吼，讓大家講一下今日來參加，讓因不用強下有乜感想咧？當感謝做電視台啦，有那機會幫我哋功課來，學習啦。尤其係你來幾耐嘅？係啊，啲帶人係不用啦。係啊，主廚兩位主廚個主持人，係啊，共同來學習交流，謝謝。好，準備完一下哈，準備為下半的秋花姐來講一下來。謝謝電視台給我們機會，然後上電視很緊張，然後看到帥帥的主持人，還有美麗的主持人小姐，還有兩位主廚，謝謝。看佢講到安好，像哎，航班卡司長就機會講來哈，我們用這個刀子再拿出好成績來，好不好？謝謝安主席。今日真係十分歡喜呢，有人你嘅參賽者向下來也到邊來釣鬧呢，講真嘅呢，兩出料理呢，兩組都表現到十分的讚到，都有起價無卡嘅味道，你係呢本太監嘅向下來學習了，你看牛肚雞咩係傳統嘅呀。手把雞咩喺都傳統有練過嘅，全部都係正經嘅功夫帶。係啊，呢個節目嗬，相應嘅東西哦，其實非常多嗬。無論係做嘅東西，東學習之外，原來嗬，禮物咪安好哦，已經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依家資助等大家強下來報名，強下來釣鬧呢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